公司第几代，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12月30日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下晡举办，3位候选人互相对射，两岸议题、房产争议、贵都死刑拢有讲到。台北市一台吊车吊拐，早起去喊着等红灯的公车，公车玻璃破去，车顶10多乘客加载无人受伤。迎接2024年总统府头前元旦升旗典礼下晡彩排，有乐器队的表演。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下晡举办，3个候选人互相对射。这一场辩论有媒体提问，媒体有问到九二共识统独的问题。国民党侯友宜专程用台语来应，强调伊反对台独，反对一国两制。也那民进党赖清德是强调，中国对台湾的生存威胁上大，赖小培会延续蔡总统外交路线，风险上低。也那民进党的郭文哲是主张，两岸会当照美中互动的模式，会当竞争，会当合作，嘛会当对抗。总统大选辩论会，媒体提问，涉到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民进党赖清德强调，家己上届有经验，会使延续总统蔡英文的小英路线，袂顺国民党的旧路。国民党侯友宜是反击，小英路线若是好，为安怎台湾断交的邦交国？也那民众党郭文哲是批评蔡总统国内甲两岸的政策是乱糟糟，不过支持外交路线。特别是萧美琴过去担任美国大使，我们有非常好的基础，可以往这条路上继续前进。变形兵役要延长1年，以及造成战机一直飞过来，如果这个路线走得通的话，全世界不会关心台海安全的问题。也支持小英的外交路线哦，请注意外交路线。民进党现在是可以合作的时候，他也要对抗。国民党会比较让人家担心的是，必须对抗的时候，你也要合作。侯友宜落到9二共识，统独议题一直攻击赖清德两岸立场无清楚，民进党抹黑9二共识，赖清德是回击，对台生存威胁上大就是中共，赖小培动算风险上低。郭文哲认为，两岸应参照美中互动的模式。咱台湾的中间路上，第一个反台独，第二个坚守民主自由制度，我反对一国两制。柯市长，我要建议你，你如果啦说接受9·2共识就是台湾的新中间主义，我看台湾社会没有几个人会赞成的。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需要竞争的时候竞争，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体育啊、文化、宗教，这个大概争议比较少。对着中共增强家己选举，侯友宜强调反对境外势力家己选举，引来赖清德回击。为安怎让国民党副主席下令研究中国？郭文哲是坦白讲，国家机密的泄露上大问题是行迹伤轻了。军事泄密案平均判刑1年半，欧美国家是19年呢，我们是1年半，这哪一门子的法律啊？如果你真的反对的话，那为什么中国所有的介选支持的目标，通通都是你呢？你一定去吃2顿饭，去唔也去办，赵天麟去亲中，伊无代志，一个国安委员会呢，那兴德先生，伊嘛2017年你有去大陆啊？郭文哲认为，要解决贫富不平均、落实居住正义，必须爱提悬富家人所得税扣税，社会福利偏向弱势。赖清德讲，家己是为无炒房地产、炒土地总统候选人，提出8年规划30万户社会主体。侯友宜好年炒土地、炒房地产，提出1500万块免头期款，要减轻青年买厝压力。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先来关心台北市早起是发生公安意外，这是一台吊车吊拐去喊着等红灯的公车，公车的玻璃破去，车顶共有10多乘客，加载是无人受伤。另外，警方有接到报案，讲高铁的左营站一台列车顶头的便所，那亲像有炸弹，加载只是本数尔，有惊无险。
车内外一阵着惊发射，慢慢赶紧用黄色吊手，直接将对向车道的公车道边车窗降下，驾驶甲10外位乘客赶紧落车。乘客也是饱受惊吓，那我们的驾驶也是哈，那我们就立刻把车门打开，然后就是照着公司的 SOP 把乘客就是接驳下车。代志发生伫早起晚11点，停单中的红31公车和工程收尾的吊车吊手公着，劳检处前往这个工地调查，施工单位一举3件拢符合规定，要不过工程作业所是会以违反职安法，相关会罚款30万。那据了解，这个申请路权的部分应该是有，所以是有。但是他事前没有做好这个事前的作业方式的作业半径等等的规划，这一块我们认为有违反我们治安法的规定。另外，高铁柜台野球防守线拄到元旦连假第一天，一个有计10点55分为左营发车到南港的列车，清洁人员伫无障碍变速洗手台下边发现一个纸盒仔，怀疑防控暴力物，紧急通报警方处理。侦5大队防暴小组派员协助。经过处理，发现纸盒内系旅客使用后的木瓜及4家果皮，虚惊异常。警方追查，原来是一名老妇人将食完的果子皮载入便所单挑，证实是虚假一场，好到在无影响高铁连假所闻。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连假第一天，国道路南真侪路段拢有在塞车，尤其是国道3号通宵到万里，捌出现时速无到20公里。天气方面，东北季风减弱，西北部、东北部温度有回升。也毋过玉山的测站有去测到零下低温，所以伫早起7点55分，玉山冒落雪。雪一直落，虽然东北季风小可减弱，也毋过水汽真少。玉山北风早起7点55分开始落雪，8点20分气温降到零下0.4度，也测到零下1.6度的低温。水汽跟温度的配合底下，其实在1月1号，特别是在清晨之前，可能在高山大概在3500公尺左右的有降雪的可能。到31号到1号这段期间呢，各地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普遍的低温是落在15到17度哦。气象署讲，今日东北季风小可减弱，北部、东北部气温回升，不过明仔载气温会下降，尤其是跨年到元旦透早，也来跨年到元旦连假，到东部去看日头出来，加旅游的民众真多。苏澳、苏花改早起6点外就有真侪车。60已经开始大量涌现车流停等的尾端目前至苏澳新站前约有3公里。预估中午过后车潮才会逐渐舒缓。另外，台东富公渔港虽然早起也有真侪游客要坐船到绿岛，不过因为气候影响，船班载客量比往年较少。今年开5班，今年5班。为什么？可能气候的关系吧。高公局讲，透早国道路况大致上有顺，9点半了后车陆续来出现，其中国3通宵到万里路段是大塌，时速无到20公里。有个今日国1南下杨梅到新竹，国3快管到雾峰，也有国5南港系统到头城这路段，拢是重点开塞车的路段。大部分会比较中短期的这种中短程的这种里次为主5点25在国3的这个院里到大甲这边有一台全年间车冲过我们的外车道的这个护栏跌落这个边坡在9点10分在主线上面全部清除完毕高公局有估，规港交通量有估是116万车公里。交通部长王国才建议，民众会使行替代道路，并且看这个1968网站来闪开车隧路段。记者综合报道。咱准备要迎接2024年，总统府头前摆伊的元旦升旗典礼，伫今日下晡有先彩排，包括3军乐基队、建中乐基队、81路的乐仪基队拢有精彩表演。也拿元旦升旗，领唱国歌的有10大杰出青年，嘛有8岁囡仔。疫情队形变化继续进行，81路乐仪基队学生穿青色校服，伫凯道头前演练，因为因准备要参加2024年元旦的凯道升旗典礼演出。之前看到学姐在国庆的时候有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表演，就会觉得很向往。然后这次也希望可以像学姐一样表演得很好。早上应该会很冷，所以我们会尽力的准备，然后热身。
今年7月，伫世界杯行进甲队大赛，以队史上冠军得到荣誉金奖亚军的建中乐旗队，元旦星期因有参加。去年我们还是高1的学弟，那今年我们变成高2了，变成说我们要带领学弟，还有大家一起去完成我们的表演。我们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另外，今年的国歌领唱邀请历届10大杰出青年参加，新州8岁青商第2代来报名参加。8岁的小朋友，甚至是我们60-70岁青商会的前辈，历届10大杰出青年当选的部分，跟我们青商会的核心干部会一起来领唱国歌哦。礼拜5都会唱国歌，我都已经差不多会唱了，就是他就说去那边唱，礼拜1去那边唱国歌的时候要好好唱。元旦迄天，三军甲乐队会带来精彩的专业级演出，陪大众迎接2024年。记者综合报道。因那明仔暗下年暝，台北市府头前有跨年暗会，还有101的宴会，人一定是吵。所以今年有派950个警力来做维安的工作。我刚刚闻到那个炸药，对不对？对。伫舞台区来回详细片，警犬伫领警员的带领之下，冒起找到玻璃的状况，认真的模样真古锥。过一天就是跨年暝，这摆北市跨年暗会除了伫市府广场的主舞台之外，头一摆打造另外4个无共音乐风格的多元舞台，要互民众无共款的音乐响应。救命！这里有人受伤。某个民众大声喊叫，伫强光手电照明之下，看甲真清楚。为了避免发生人群打来打去伤亡的事故，警方针对林条卡会组织的区域规划防打小组，若有发现烧杀还是跋倒的情形，会随派员到现场介入。强光手电筒呢，它有1000公尺的距离，等于是1公里的距离，推挤、踩踏这些倒地这些状况的时候呢，我们随即以这个我们的强光手电筒呢去做一个标记。北市跨年活动警力部数有950人，维安措施全力弹，结合空气机暖热器对无经过申请的空气机实施干扰闭降，建构空中暖热网。那当勤务人员发现有未经申请许可而起飞的无人机时，那就会以手上的空拍机拦截枪来控制这台空拍机，引导它到适当的地点做降落。设置大型警备车及改道牌、实体阻隔，并结合空拍机拦截枪，将维安设施做到上天下地、滴水不漏。当年的跨年暗会，拢吸引大批民众涌入信义区。警方已经做好万全准备，为空中到地面，要全天维护会场安全甲交通秩序，互民众快乐的影响2024。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继续关心下晡的总统电视辩论。3候选人伫互相质问的时，是由一个人提问，另外2个人回答，包括两岸议题、放散争议、废除死刑这议题，拢是因对下的焦点。2024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30下晡2点登场，互相提问阶段，赖清德首先询问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毋是互相隶属？要消灭中华民国的是民进党，也是共产党，也积极对手主张瑞国籍是毋是要甲总统虚伪化？两岸一家亲，我在2015年就提过，这只是对大陆方面表达一个善意，就这样。我说在这个善意上，大家可以继续交流，把这个去跟什么一个中国什么一直在扯上关系，这就是典型的穿凿附会嘛。我们主张的9二共识是在中华民国宪法，所有的共识都在这个宪法底下，所有的内阁制是大家有共识修宪往前走的一条路，这才是我们联合政府的之前，我们先做准备，未来朝内阁制。侯友宜也焦点放伫废除死刑的议题，除了搁再讲支持死刑立场，也指出台湾有8成民意支持维持死刑，反对废除，爱对手表示反对也是赞成死刑。我本题提出重新加刑的说法，马清德是讲庭事爱严格谨慎。台湾现行司法在死刑执行上有一套非常缜密的程序，很多人不希望废除死刑，我理解大家心中的不安，但我们仍应回到问题源头来改善。最好的刑事政策其实是社会政策啦。死刑不管在大陆、在台湾，甚至我像在华人地区，这是有文化基础的。可是要面对世界的这压力，怎么办？你知道我目前想得出来折中方案只有一个：如果真的要
不执行死刑哦，那就真的要终身监禁，不能放出来。茅山的争议也诚做公众焦点。郭文特解说，老爸买迄块地是希望讲有一天伊转去新竹做新竹病院院长。感慨这些年来人生的作物，就是无法度来符合老爸期望。罗清德讲，万里公寮交付，讲伊信托就是伊的生意。原来侯友宜是强调，自头至尾拢是合法的缴税。阮某遐财产拢是继承而来，从头到是合法，也缴税，也所有都有规矩。什么99个门牌，那都是一个合法的建筑物，大家可以去查嘛。矿区内的房子是没有法律可以遵循，年久失修，雇工来修建，这个是必然的结果。我已经交付公益信托，这个就是我的诚意。郭文特也对客管中面案件林志坚论文抄袭，也有高端疫苗向罗清德提问，罗清德回应，伊暂时应该爱公开合约，因为人民有知影权利。为一场总统辩论会落幕，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有计要伫2024年元旦下晡2点举行，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辩论所三个人嘛随开记者会，郭文特和侯友宜拢批评罗清德，竟然伫辩论会当中讲，甲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护国神山，到底是咧促进和平，也是互台湾带来灾难？批评罗清德竟然讲这款话，也过罗清德有解释讲，伊的意思是咧讲中华民国的宪法，伊是无细字讲唔对去。也那三个人是安怎看家己今仔日的表现？因拢讲交互社会大众去拍分数。自由时报。那刘备三党候选人的高手为辩论会了后，现身到告诉记者会，因为罗清德伫辩论会答媒体提问的时讲，将中华民国当作两岸的护国神山，到底是要促进和平，也是会互台湾带来灾难？郭文特表示离谱，那侯友宜感觉艰苦。奇怪，你怎么讲这句话？中华民国的如果作为两岸的护国神山，会带来灾难。那你今天你是要选哪一个？还有个地方也是讲错了，他说两岸互不隶属就是台独。中华民国是灾难，我听了，我非常的难过。在这块土地养大照顾你的，你居然忘恩负义。互两位对手批评是讲出真正心声，罗清德强调是口误。也反过来批评，讲到两岸政策，官校两个人拢是心灰意冷。我把中华民国宪法讲成中华民国，柯文哲市长也知道我口误，又来攻击这一点，非常不应该。他说穷人要缴更多的税，但我也不会利用他的口误来攻击。罗清德批评郭文特讲一撮好政治，称侯友宜无适合伫辩论场碰碰家己的防疫表现。也毋过，郭文特讲，市长任内真有执行力，侯友宜是强调诚信上重要。那选战到打算，根据美丽岛电子报公布上新民调，罗小培讲连得6趴，侯康培小夸博，郭英培淡薄仔升，三个人安怎看待呢？这场选举在台湾历史上是第一次要看看公民运动的力量有多大，团结所有台湾在野的力量，下架贪腐无能的民进党。那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就是总统、副总统要赢，而且国会要过半。为一场总统辩论会，三人讲出政见主张，这位对手也显出人格特质。另外，对家己的表现拍几分，感觉对手的表现安怎，三个人拢讲，就交予选民去判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市伫今仔日有一场家具再生的拍卖会，有20多件拍卖品。也更较特别的是，民众会当甲厝内廃弃的家具摕去现场免费修理。民众摕厝内歹去的家具来遮，经过木工师傅修理一下，原本歹去的家具，亲像重新搁挖过来同款。那如果民众朋友使用家具的话，我们其实断裂的话就可以拿来给我们维修。那其实比较难处理的会是发霉或者是那个掉漆的部分。我希望就是透过这一次的那个修复家具的行为，那也是让我觉得说，就让修复这件事情，就是除了把东西修好以外，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可以为环境付出一份心力。72713、723、733，成交。新竹市拜六有一场家具再生活动，现场唔那替民众免费修理，还有二手家具在现场拍卖，
参加的民众讲，用这款方式做环保，感觉袂歹。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地方，毕竟这可以减少碳排放嘛，然后再加上这样也算是让地球的资源可以利用得更长远，对未来也比较好。敬拜到年底，我经旧历过年的时，民众厝内会大摒扫，卖单调一寡家具，所以真侪县市卖举办再生家具的拍卖会。用实际行动来落实环保的理念。所有的物品用环保的概念，能用则用，不能用就修缮。只有到最不行用的时候，最后我们也会将它做成废料。比如说做成木屑。森林资源其实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一个绿色的一个资源。那我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一个运用方式，包括木质家具的一个再修复的一个利用，或者是其他环境绿美化的一个这个应用的一个方式。环保局提醒民众，其实真侪家具廃弃，只要经过修理，就当继续使用。鼓励民众千万唔通浪费，做回来爱惜地球资源。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2015年过身的艺术家林国治，伊画阿里山自少年画到老，封号做阿里山画家。伊在生时，伫家己的新港嘛教出侪画家。今仔日林国治美术馆也伫新港正式开幕。桌仔顶各种无同的色料，边仔阁有顶画轻的家私。伫这场展览当中，除了展出艺术家林国治无同时期的作品，阁呈现伊早期艺术创作的情况。37天，林国治美术馆正式伫嘉义县新港来开幕，互新港乡阁加一个推广艺术的空间。当然嘛，足欢喜的，尤其伊的头前就是玫瑰堂，吼，啊边啊，我嘛伫遮，大家会使甲力量加起来。今天他的子女可以怎么样？集结努力来成立一个，经过8年的努力来成立美术馆。我想对我们新港不管是这一代也好，还是前辈们也好，还是我们的下一代，都有很重要的意义。美术馆开幕的第一场展览，就是用林国治的人生来做主题，写个伊甲新港的关系。林国治的查某囝讲，新港是爸爸艺术的起点，也是伊上快乐的基地。伊的历史这大种，伊的历史是安怎话，无一定。正是钓鱼的时阵，伫新港这附近，这渔区啦阮爸爸甲我讲，伊这新港附近的渔区啦，伊拢钓过啊。迄阵人拢叫伊老师呢，钓鱼啊老师的。伊为少年画到老，拢是画阿里山的一个系列作品，所以伊画阿里山拢受到大家肯定所以大家拢称呼伊叫做阿里山画家。林国治艺术教育基金会表示，这场展览会展到明年4月28。这当中，阁会邀请艺术家来举办讲座，未来嘛会配合其他的主题，举办无同的展览，互在地艺术推广愈来愈丰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当年白虾养殖量大约是13000吨，台东就有一群少年家用科学数据来斗市来降低风险，搁伫社群网络拍广告咧找销路。夜暝7点半，青春咱的网节目，甲乡亲咱同齐来台东。东海岸空色的太平洋，声袂少国内外游客。海水质好，或者的水产养殖伫全台湾是真出名。我感觉阮产品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讲，阮的物件有够新鲜。少年这代其实有因的专业，他们从课程上学习到实际在操作的时候，他们会一直去进步。白虾要生了水，水质是关键。若有啥物细甲擦，效果是不堪设想。即摆阮咧淹水，虾仔讲起来对水质足敏感的，是虾上惊落大雨，就是因为水有时常常正去，变做虾仔无爽快，也是破病，也是讲病毒困拢会伫迄当阵起来。迄当阵差不多28、9月有这700几万，我伊早起我来饲无好的事，叫这个啥啦斗牛啊，拢大话讲拜托的，莫看到迄无健康的。为着要降低养殖的风险，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因互相串联、技术交流，创造欢迎更好的产业链。咱组织这联谊会好处是讲，像台东遮，像少年人有兴趣咧做水产这图借由这些联谊会，咱讲大家讲互相的交流啊。因为我大学读的养殖系，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所学到的东西，可以应用在产业上面。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证明说，这个农业并不是只有出众的工作，而是也是需要一些技术，它需要一些热情去做的。少年人用行动较专业，证明家己的能力，互台东市的白虾愈来愈受欢迎。共同伫东海岸做伙创造第11线养殖业的未来。
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13度至22度。咱继续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真心平安顺心。稍等咧，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